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3月2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3篇第1节到第8节，但以理书12章第1节到第4节，启示录第3章第1节到第6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得救。但以理是跟随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国的以色列人一起面对被掳的生活以及暴君尼布甲尼撒的逼迫。以色列人可以说是生活在没有自由，在大灾难的底下过活。在面对大灾难的情况，上帝透过了但以理的预言，看见了上帝的意象，得到的应许。但以理书12章第1节到第4节，那位穿细麻纱衣服的天使说，那时守护你同胞的天使长米迦勒要出现，然后将一段灾难时期，是立国以来最大的灾难。在那时期，你同胞中名字登记在生命册上的都会得到拯救。有许多已故的人将复活，有的要享受生命的永恒的生命，有的要受永远的羞辱。明智的领袖将发出光，像天上的光体一样。那些教导多人秉公行义的，将像星星一样永远发光。但以理啊，你现在把这卷书合起来，加上封印，一直到世界的末日。许多人白费心血，想探究究竟发生什么事。上帝给但以理看见了异象解梦的能力，他预言将来有天使将要在以色列人面对大灾难的会中来帮助他们。凡是在生命册上记载的人都必要得拯救，人们要将得到复活的救恩。但以理的重点是那些秉公行义，如同星星挂在天上永远发光的人们。约翰在末后的启示当中提到了撒狄教会的天使的话说，那些基督徒的生活没有活得美好的见证，就好像是死的。透过了预言呼吁基督徒要醒过来，因为呢，装死的人叫不醒了。启示录第3章第1节到第6节就如此的说道，你要写信给撒狄教会的天使说，那位有上帝的7个灵和7个星这样说，我知道你所做的，我知道有人以为你是活着的，事实上你是死的，所以你要醒过来，兼顾你所剩下的一点点生机，因为我看出你所做的，在我上帝眼中还不完全，所以你要记住你所听的，所接受的教训，要切实的遵守，要悔改。你若不醒悟，我要像小偷一样突然的来到，而你绝不会知道我要来的那时刻。但是在撒狄，你们还有些人把衣服保存得很干净，这些人配得穿上白袍跟我同行，那得胜的人也要同样穿上白袍。我绝不会从生命书册上把他们名字除掉。在我父亲和他的天使面前，我要公开承认他是属于我的。
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的就听吧。不醒来的人就必要被那个小偷一样安静来临的主从生命册当中除名，就必失去了救恩。诗篇63篇第1节到第8节。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热切的寻求你，像一块干旱、焦渴、无水的田地。我切望你，渴慕你，求你让我在圣所朝见你，让我看见你的大能和你的荣耀。你的永恒的爱比生命宝贵，因此我要颂赞你，我一生一世要感谢你。我要举起双手向你祷告，我的灵要饱享盛宴，我要向你唱歌，欢乐的赞美诗。我躺在床上的时候纪念你，我整夜默想你，因为你时时帮助我。我在你的翅膀下的庇护下欢乐歌唱。我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主啊，我们恳求你保守我们在面对人生的困境，甚至大灾难的时候，能够坚持秉公行义的生命，来领受你复活的救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